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南台湾，来到高雄的仁武区，嘛是灾情惨重。唔那车路变水路，唔那做大水，上届压哀的是，搁停水停电，总共有13625户来蓄电。还有一寡所在是为昨下晡就开始停水，一直停到半暝啊3点，水才来。乡亲是把握着今仔日停班停课的时间，赶紧来整理着家园。规条路拢是树枝、三角锥甲落个麦啊。高雄仁武区后三岛级风台雾甲乱糟糟，敢来当把握今仔日停班停课的时间，整理家园。受到山陀尔台风的影响，所以这边其实还是道路上面有一些泥泞跟积水的状况。但其实呢，昨天仁武区在这个台风来袭的时候，水利署随即就发出了1级的淹水警戒，很多地区其实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。三岛级风台的暴风圈大抵高雄市顶超过60点钟，仁武上悬1点钟的降雨量更加超过凯比风台。昨开始路面严重积水，道路水甚至阁淹到脚肚才悬，想要出门，敢来当冒险撩水。2个月前就淹一次啊，这次大家都心理准备，你们看到都没车。这次的风真的很大，12、14级的。外口咧做大水，也不过当去厝水道头内底竟然无自来水，因为透风大雨，后仁武区有一寡部分的地区出现着停水的状况，无水通用，偏偏啊阁拄着停电。这边三岛级风台，敢若伫仁武区都造成13625回停电，甚至敢若停电都停掉1天。就是很热啊，没有，就是停电，没有电风扇，没有冷气啊，那一些的。规暝拢无电，阮是无生囡仔，只是讲要去那个上1号很麻烦呐。到现在目前都还在停电当中啊，不但是停电，佮兼网络嘛无。无水无电，甚至连网络拢无。高雄仁武区的居民是叫苦连天。加在伫今仔日半暝3点已经恢复供水，居民赶紧把握时间整理家园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